了。我看看，你做的不对，得加入生菜，还有西红柿。哦，那我把生菜、西红柿加进去，爸爸汉堡做好了。我看看，哎呀，还是不对，给，要加入芝士，还有培根呢。芝士和培根，行吧，那把芝士还有培根加进去。爸爸，这下我的汉堡做好啦。我看看，这下差不多了。还是不可以，你这个汉堡做的还是不对。怎么还是不对呀？到底怎么做呀？这个呢是竞技汉堡，你一个我一个，我手里呢有很多张卡牌，它每一个汉堡的做法顺序呢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需要随机翻出一张卡牌，然后根据这个卡牌去制作汉堡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我们来挑战一下，可以啊。好，这次爸爸当裁判啊，谁赢了，爸爸请他吃全家桶。全家桶，来，开始3、2、1，开始。给我吃培根、牛肉、西红柿片、芝士。爸爸，你看我先完成了，你看一模一样的。好，检查一下啊。一模一样。哎，